首先喺呢度祝大家聖誕快樂！過時過節好多時都會飲返兩杯，過量嘅酒係大熱大毒，但原來慢慢飲、逐少飲係可以通暢血脈、調和情志。本草綱目有講，痛飲則傷神耗血、損胃亡精、生痰動火。呢度講嘅痛，除咗係大量之外，亦都包括飲酒時嘅情緒狀態。記得飲就要飲得開開心心。如果大家飲酒，葡萄酒或者啤酒會比較好，紅酒、白酒比較適合行業夾雜嘅人，例如好容易熱氣、有夜瞓，同時手腳會比較冰冷，建議每次飲100ml左右就夠啦。而啤酒就比較適合年輕人，以實熱為主，通常會有一啲黃濃嘅暗瘡、有口氣，又或者一啲怕熱嘅症狀。咁我哋每次咧都係飲200ml左右就好啦。如果你係有肝病、感冒、咳嗽，又或者正值月經期間，就千祈唔好飲啦。鍾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